明年的选举剩最后的52天，有一寡立委的参选人是请出着宠物猫狗来助阵，要来抢选票。只有这只吗？不过瘾哎！看到猫仔，现场3位爱猫的人挡袂掉，画工看不过眼。在吐司上面画一个猫咪的脸。哦，这种那么困难。民进党高雄市立委候选人黄捷和总统蔡英文、高雄市长陈其迈3人拍宠物牌，要抢这个主人的选票。江山快过北红，赶快也是拍宠物牌。点击时，带一只或者生命的狗仔出场，马上吸引到真侪人。你那个饲主的这个责任，每个宠物都要植入晶片。猫仔自由自在伫咖啡厅弄来弄去，讨物件这模样有够够水。代表国民党出阵的王炳林带一条猫仔做回直播，讲的是宠物先后思维法律问题。生命设施跟生命关怀的部分，应该有没有机会把它做一个区隔？接到西方要选做男的立别个，厝内饲一只黑色的柴犬或者豆腐。平常时会做伙出来佚佗，这回立别个将豆腐上爱食的鸡腿做成是竞选小物。鹿的鸡腿，它不止小狗可以吃，小猫也可以吃。选举就特别到啊，候选人派出宠物抢选票，拼选战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